星恋怎么样了？匡叔叔正在为他治疗，现在还没有醒过来。都怪我，都怪我！哎，你不要这样，你也是因为龙息下了魔珠，诱发了魔性才会这样的。你离我远点儿，不然我可能伤害的会是你。我不管。如果那天我没有走，而是守着你的话，你跟嘉玲姐就不会发生那样的事情了。如果你待在那里，可能伤害的是你，而不是嘉玲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宁可是我。但是我现在什么都不能做，不能喜欢任何人，甚至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喜欢的人和别人在一起。这种感觉你懂吗？雨桐，那时候，我第一次后悔自己当了巫女。但是现在，我已经没有回头路可以走。雨桐，雨桐，那种心痛的感觉，我比任何人都懂。大人，魔珠已经融入邝沐尘的身体，很快就会走火入魔。很好，下去。是。暗黑神是上古时代最强的魔王，被神界诛杀后，他的元神就被封印在变异人家族血脉中。沐尘小时候，我之所以没有杀他，就是因为我发现他就是暗黑神元神的容器。如今暗黑神已经按计划被唤醒，我们变异人的时代马上就要来临了。爸，哎，爸，儿子，你不用再藏了，我全都看见了。麦琪他杀了人。
看来你什么都知道了，那我就不隐瞒你了。琪琪出了意外，为了救她，我把她改造成了白煞变异人。平时她是琪琪，一旦魔性发作，她就是白煞。变异人靠人类的能量为生，你这么做，不是让麦琪变成杀人的怪物了吗？琪琪是我的爱人，是我的亲人，我不管怎么样都会这么做的。如果是你姐和你这样，我也会这么做的。爸，你在科学研究方面那么有研究，你怎么就不明白人死了就该放手的道理啊？如果是雨桐死了，你也会放手吗？好吧，儿子，我们不吵了。你听我说，只要你保守住秘密，我一定会想出控制琪琪魔性的办法，好吗？我不会对这件事情置之不理，我一定要阻止麦琪再杀人。哎，儿子，儿子！到底怎么样才能解开罗盘的封印呢？最近我市发生了一系列的婴儿被抢案，嫌疑犯为女性，经常在夜晚出现，行动快于常人，请广大市民注意安全。抢婴儿，这么嚣张，简直无法无天了！雨桐，我知道是谁干的了。确定我告诉邝叔叔和沐晨吗？他毕竟是我的家人，我只想尽量阻止他害人。哦，小心！糟了，我们跟丢了。没关系，只要有婴儿在的地方，应该就能找到他。在那边，走。破坏我的好事！今天你们一个也别想走！我不准你伤害雨桐！麦琪，走，快让开，不然我连你也不放过！不让！姐，姐，嘉玲姐，姐你没事吧？讨厌的家伙，自己送上门了！今天我就让你尝尝四大神器的威力！你们快走！雨桐。
雨桐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你快看看嘉玲姐吧。嘉玲，方麦琪，快走！不跟你们玩了！沐晨，你魔性发作了，要控制住自己。沐晨，你咬我吧，我宁愿被你杀死，或者被感染，变成像你一样的人，我心甘情愿。沐晨，沐晨，姐，你怎么样？对不起，我只有打伤你，才能抑制住你的魔性。那个女人，我已经给她做了封印，她会忘掉今天发生的事情。对不起，你有没有怎么样啊？啊？对不起，雨桐，我控制不住我自己。没事，来。他连婴儿都杀，你还敢救他？我会治好他的。你只会说，其实你根本没有办法治好他的，对不对？我已经研制出了变异人血清的配方，只是琪琪，我给他注入 XT 病毒的时候，已经没有了生命迹象，我只能又给他注入了旷天师的红魔之力，他才苏醒。所以，他变成了混血变异人，而变异血清只对纯种变异人有效。爸，我求你收手吧。只要琪琪的力量足够强大，就能压制住魔性，一切都在我掌握之中。放心吧，儿子。我不想你们任何人受伤，我该怎么做才好？赤焰，我有办法救你了。玲玲，你又咳血了。麦琪没事了吧？他的状况很不稳定，我暂时给他麻醉了，让他不能乱跑出去惹事。爸，我好痛苦，求求您让我注射 XT 病毒，让我成为白煞吧。不行，我不能让我的家人都变成乱杀人的怪物。我会想办法救你的，早点休息吧，啊。我等不及了，我要成为最强大的变异人。最强变异人，没错。要想成为最强大的变异人，就只能靠殷昊天和旷天师了。
我看你是没戏了。不会的，矿天师这几年一直用自己的血液给他的孩子制作血清，力量已经削弱了很多。再加上现在牧尘魔性发作，还必须不断的输入能量来压制牧尘的魔性，他已经变得比以前更加虚弱了。矿天师的元丹力量会因为肉体的虚弱而变弱，或许我们还有一线机会。牧尘总是跟我说，我和他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。只要能得到矿天师的力量，我不但可以成为变异人，可能比他还要更强大。龙溪，你要帮帮我。好啊，为了你，我什么都愿意去做。不过首先，我们要让事情变得更有趣一点。姐，你叫我们来这儿干什么呀？麦琪变成那个样子，我很担心，所以想找你们商量一下。徐叔叔不是在开发变异血清吗？远水解不了近渴，万一麦琪再发疯，总是很麻烦。我也这么想的。嘉玲姐，姐，你体内的魔性越来越强，这段时间要好好休养。好的。他们追来了吗？只要他们踏入结界，就会被发现，到时候想跑也跑不了。姐，你在哪儿啊？姐，嘉玲姐，姐，你在哪里？那边有条路，走。走！救命啊！快点来救我！姐，姐。救命啊！快点来这里救我！走，这有结界。糟了，我们好像闯进变异人的老巢了。那怎么办？可以了。你们胆子够大的，竟敢闯入这里！别以为你们人多我就怕你们，我现在已经拥有了神器的力量。神器，神器岂是你一个小姑娘能够驾驭得了的？雨桐，你的神力又熄火了，我看我们还是赶紧逃吧。呆子，啊！快跑！啊！想走？雨桐，
们怎么在这里？我姐被他们抓走了。先躲起来。结界压制了我的能量，看来我只有让他们催发我的魔性，才能击退他们。沐尘，沐尘，你不能再打了。沐尘，你怎么了？姐，嘉玲姐，姐，你醒醒！姐，果然又中计。沐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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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是不会伤害我们的，沐尘，你是不会伤害我们的，沐尘，沐尘。什么才算是不适合？平平淡淡爱只是生活，人越来越爱追溯当时丢了什么，犯的错都是种挥霍，越来越深越迷糊了，付出越多越怕不值得，你不懂也不晓得，只是怕你走了，我们都做过了些什么？如果若没有如果，回到最后一次拥抱那一刻，无论如何也要让你懂得，犯贱绝情是我掩饰的脆弱。如果若还有如果，或许你我究竟终究争不过，眼睛红了，又有多久了？其实这刻又想你了。